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来讲真侪台湾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拢是一代传一代。啊，永早咱台湾囡仔咧读汉文的精讲释字宪文，对内底的诗词学到真侪人生的哲理。像讲咧，劝人讲言语爱谨慎，我来讲几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其中有一句讲成事莫说，覆水难收。意思就是讲，代志若要成事，有当着啊，你话唔通黑白讲，唔通嘴快就对啦。本来这项生意敢若咱要争取啦，结果吼，你讲一个紧，风声泄漏出去，四五组来烧钱要标啦，咱吼连食一个肉油啊都无，安尼叫做成事莫说。因为覆水难收，水破落地就歹收回，所以做人言语一定要谨慎。较早咱咧看布袋戏，迄个听啊叫咧讲警戒，讲安那咧，讲迄个杆啊吼，内底若底密啊，即马挂较无吧车倒，迄密流出来，好神会来斩呢。互伊警戒迄个对方就知啊，头壳就安尼定，讲我知，安尼就是杆啊挂爱说好捌，守口如bàn对。毋知另外一句释字宪文6字的，讲到这必然成之不足，一旦怀之有矣。这表示讲，你有当阵啊用足久长的时间，必然100年遮尔久啦，你要成就一件代志，无在就讲会圆满，因为都要等候时机哩。结果一旦1、2分钟，你嘴快讲出来尔，破坏这个代志，破坏到有剩啦。必然就是对一旦，这诗句咧对比。不过咱知影讲，必然代表100年，啊若白话台语咧讲100年咧，100年也搁一个解说，就是讲人已经离开世间啊。安尼讲100年了后，所以咱若咧纪念一个活动已经100年啊，有当阵啊吼，这个节唔通走闪。讲纪念100年，你若简单讲纪念100年，有当着啊吼，你讲无感觉怪，但是国情听了会感觉歹势。过来就是咧劝人言语爱慎重，释字宪文啊，搁一句讲好言难得，恶语亦是对。咱有当阵啊，讲一句好话，袂输敢若讲6月天的日头遮尔烧热哦。毋过你讲一句歹话，讲一句批评的话，插落人的心肝底啊，真正讲人听着，袂输敢若讲冬天遮尔啊寒冷，伊心肝会艰苦呢。所以释字宪文咧劝人讲言语慎重第一要紧。